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百澤醫療嚇，咁上市編號係2609啊。公司方面咧就係做一啲咧叫做腫瘤相關嘅醫療服務嚇，有做篩查、做診斷嚇，呢當係一個生物科技相關嘅行業啦。咁6月13號就開始招股。6月18號上晝9點半截止認購，上市日係6月23。發行嘅價格係4個2毫多至到6個7毫多啲咁入場費係4000蚊多啲集資額就挨近9個億嘅。咁睇翻生物科技啦通常就比較投機啲啦同時留意翻發行價格細，市值都係細低於10億嘅話咧，我相信咧有啲投機炒味喺度嘅，咁適合短炒為主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